後來繼續來到台南的永康，昨暝6點外，一間鐵皮厝火燒厝，阿公現場一直聽到爆炸的聲音，總共是炭燒7間厝，有一對翁仔某死佇個火窟。監視器，這個畫面嘛翕到翁婿最後的身影。當時這個翁婿佇個外口是真着急，因為破病倒佇個門窗頂的太太，猶閣佇個內底。翁婿煞衝入去火窟，要來救太太，結果衝入去了後，就無閣出來咯。暗時6點外，台南永康區一間鐵厝火燒厝，火一燒就真美。規間厝攏着火，閣一直炭烏煙衝上天頂，厝邊隔壁攏走出來看。上帝趕緊到現場拍火，點過這個意外，意外造成一對翁仔某無命。裡面有人嗎？有一對夫妻，這就是叫我拉他的老婆，但是沒有人，沒有什麼東西。老婆就有開刀那個氣血管啊。火警發生在昨暝6點外，台南永康區的二王路。火燒厝的是一間機車行，現場閣爆炸聲，總共去燒了7間厝。監視器畫面有翕到這頭家最後的身影，伊正着急，佇外口咧想辦法，後來衝入厝內，因為因某倒佇病床頂，伊想要救因某，想到最後2人攏無命。我下面人不過講一解話爾，我看伊佇頭一間，看着火走入去叫一個外勞，你要救因某出來，外勞先走出來。因某甲咱無法度起床來看吼，還40幾歲爾呢，有叫外勞走出來，後尾啊，佫再入去，佫走出來袂赴啦。經過了解，機車行已經開10檔啊，一個月租金差不多是6000塊，可能是為了要省租金，才會住佇後壁。着火時，頭家因某閣倒佇病床頂，這個頭家正着急，衝入去想要去甲救，也毋過就無閣出來啊！一場大火無情帶走一對翁某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